阿心，你哋身體咧有二型糖尿病喎，知唔知點樣保護自己啊？吓，心腎疾病好多時係無聲無息，慢慢咁惡化，及早治療先至係最好嘅保護方法。但係點樣先為之及早先？及早保護就要喺腎功能未係太差嘅時候，即係 eGFR 大過等於60嘅時候，提早採用合適嘅藥物治療。研究顯示喺早期開始使用藥物治療，可幫助患有二型糖尿病嘅人士延緩腎功能或慢性腎病惡化，並降低白蛋白尿指數。而家主要用緊3大類藥物一齊使用，可以降低心血管死亡率同發病率風險。唔同支柱嘅藥物都能夠減低心血管事件同心衰竭住院嘅風險。喺腎功能未係太差嘅時候用藥，都一樣可以減低日後併發症嘅風險。而且同時使用唔同支柱嘅藥物，仲有機會進一步延緩腎功能衰退。所以俗語話病向淺中醫係真㗎。咁就可以避免心腎惡性循環㗎啦。除咗藥物治療，當然都要配合健康嘅生活啦，同埋每年做包括 eGFR 同白蛋白尿檢查啊。做齊3部曲，心腎終於可以鬆一口氣啦。盡早使用3重藥物治療，先係心腎最強防線。快啲問醫生，你哋嘅治療有冇做到心腎雙重保護啦？你有冇 check 過腎功能同白蛋白尿啊？留言話我知啊！